又到醫療專題嘅時間啦。研究顯示，女性患有退化性膝關節炎嘅機會比起男性高。喺香港，50歲以上嘅女性有大約2成4嘅人患有膝關節痛，導致行動不便。一齊睇下一個患者嘅親身經歷啊！60幾歲嘅蔡女士患有退化性關節炎，左腳係重災區，經常都會劇痛，又痛又腫，即係成個都膝頭哥脹晒，最痛嗰陣時，咁咪行路咯。一行路就痛到你真係唔想行噶啦，係啊，真係成個人都謝晒冇晒心機。蔡女士每日嘅生活都係一步一驚心，每行一步路之前都要諗清諗楚。譬如攞把遮啊，或者攞支嗰啲拐杖啊，迫不得已先落街咯。如果唔可以唔行，我都唔去咯，真係好痛。思前顧後足足4年，蔡女士決定做手術，用一個假關節換一個希望。掙扎咗好耐，咁後尾真係痛到冇辦法，即係話驚做完或者對腳癱咗啊，要坐輪椅啊，咁即係最壞嘅打算咯。千祈唔好以為做完手術可以一勞永逸，裝上假關節嘅病人都需要時間適應。物理治療師話，手術之後有好多保養膝關節嘅運動要做。一般手術完咗之後，佢就會肌肉會弱啲啦，咁啊自理能力會差啲啦，行動啊樓梯各方面都可能唔夠力嘅。咁物理治療強化翻啲肌肉嘅力啊，咁等啲關節活動嘅幅度好啲，回復翻正常嗰個幅度咯。物理治療分開唔同階段，喺手術後頭1至2個星期，病人可以先做一啲拉鬆腳跟同埋提腿嘅運動，強化4頭肌。喺手術後個幾月，病人就可以慢慢練習上樓梯，輕微嘅半蹲動作，亦即係膝蓋彎一半，呈90度。又或者練習急步行嘅動作。做物理治療又好，強化運動亦都好啦。最緊要咧就係量力而為，有痛有唔舒服咧就要多啲休息，因為傷口未復原，好容易會再度發炎㗎。而由於手術嘅傷口範圍大，病人喺術後3到4個月做運動之後，傷口都有機會出現輕微腫同埋興嘅情況。呢個時候，病人可以用冰敷15分鐘嚟到舒緩，幫助消炎消腫。鳳凰衛視記者黃德蘭報道。